主后2025年3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正愿服侍主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第1节到38节。所尊敬的提阿非罗先生，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有真侪人整理佮编写。这个代志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，甲传道的人所传授互阮的。这个隆重的代志，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，才想讲着为着你，才有顺序写出来，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。希律做犹太王的时，有一个阿比亚班的祭司，名叫做撒加利亚，伊的某伊丽莎白嘛是祭司阿伦的后代。因两人完全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上帝看做义人。因无囝，因为伊丽莎白未生，因两人嘛拢已经真老。有一日，撒加利亚特班伫上帝的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。照祭司职的规例，伊抽着签入去主的圣所烧香。伊伫烧香的时，规大阵民众伫外面伫祈祷。有主的一个天使显现，徛伫香坛的正边。撒加利亚一个看到，真着惊，非常不安。天使甲伊讲：撒加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。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你会欢喜快乐，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。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，薄酒厚酒，伊拢袂用得啉。伊摇伫母胎，就互圣神充满。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因的上帝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。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，互背逆的人转往来对义人的意念，互子民准备好势通迎接主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讲：我着安怎才会知即个代志？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嘛遐侪岁啦。天使应讲：我是伫侍候上帝的加百列，受派来传话，对你报即个好消息。你会下到袂讲话，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，因为你无相信我所讲时到会实现这个话。迄时，民众咧听候撒加利亚，因真奇怪，伊哪会入去圣所遐尼久？伊出来的时，煞袂当对因讲话，因才知伊伫圣所有看见异象。伊袂讲话，一直对因比手。撒加利亚服侍的日期过了，就转去厝呢。过无偌久，伊的某伊丽莎白怀孕，5月日久无出门。伊丽莎白讲：主遮尔看顾我，甲我拄起伫人面前的见笑。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叫做拿撒勒，去见一个在守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这个在守女已经甲大伯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。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：
平安，你是众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这话非常不安，心内一直在想，这个请安是甚么意思？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毋免惊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。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会将伊祖先大笔的王位予伊，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王国无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讲：我还未出嫁，哪会有即款代志？天使应讲：圣神要临到你，至高上帝的权能要指引你，因为安尼。迄个得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，人会称呼伊做上帝的囝。你看，你的亲情伊丽莎白，伊虽然年老，嘛已经怀孕，要生一个后生。人讲伊未生，毋过伊已经有生6个日。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玛利亚讲。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，伫我身上实现。天使就离开伊。情愿服侍主。每年3月第1主日是台湾基督长教会总会所订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。正教会伫即一天会安排妇女参与主日礼拜的各项事奉，培育妇女伫无共事工顶面学习、服侍、贡献恩赐。今仔日拄好是国际妇女节，互咱对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学习一寡功课。今日的经文记载，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甲伊讲，伊得要怀孕生一个囝，这个婴仔要受称做至高上帝的囝儿。玛利亚疑惑。表达家己还无出嫁，怎有可能会发生即种代志？天使回答伊：圣神要降临伫伊身上，若是迄要诞生的圣婴儿，要受称作上帝的囝儿。天使进一步甲玛利亚讲，伊的亲戚伊丽莎白伫无可能生育的年纪怀孕，上帝也要用伊的权能。庇荫玛利亚，予伊怀孕生囝，所以玛利亚回应：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。倒落时，玛利亚已经和约瑟订婚，拄在等待约瑟前来迎娶。突然，上帝的使者向伊预告，伊得要对圣神感应生囝，还未出嫁的女子。怎会发生安尼的代志呢？对生理的机能，这是无可能的；对当当时社会观感来讲，也是无法度接受的。无论安怎，未婚怀孕会互玛利亚无法度踮社会立足。那安尼，玛利亚安怎会真紧就对？合理质疑，变成甘心领受，安怎对惊吓不安甲完全顺服？我相信，真侪女性伫教会侍奉的时，必定也经历着怀疑家己的能力，无法度胜任的挣扎甲调适。伫面对教会的职分甲服侍，袂少人会产生安尼的疑虑。我无读过册，安怎会当做教会的执事长老呢？我只是平凡的女性，安怎会当徛踮会众面前带歌、带领祈祷呢？我厝里的人都还未信主，哪有资格成做传道人呢？当玛利亚听到天使的宣告，伊并无讲，互我考虑一下。
反正是回答：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。因为伊知影，这事若出伫上帝，必定会成就，所以勇敢接受这份使命。当然，当下伊无明白上帝为甚物伫万人中拣选伊，但是伊勇敢回应上帝：我愿意。伊无逃避，也无惊吓，只有单纯相信甲倚靠，勇敢接受和顺服。伫教会内，咱的确会当看到各种样貌的玛利亚。有的妇女虽然无读过册，却用摒扫清洁、整理教会的环境来服侍上帝。有的妇女是用家己所擅长的财务、音乐、行政，带领活动等运事来参与上帝国的建造甲侍奉。这妇女的背景虽然无相像，但是彼此拢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谦卑顺服、甘心乐意服侍主。默想，当我接到教会的服侍邀请，是当作一种挑战，还是对主充满信心，情愿参与服侍主呢？当我接到教会的服侍邀请，是当作一种挑战，或者是对主充满信心，情愿参与服侍主呢？咱来祈祷，充满能力的创造主，我相信出自你的话，无一句无带着能力。我乐意回应你的呼召，相信你的应允必定成就伫我的身上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